太書3章15至19節，弟兄們，我照着人的神說話，即使是人的約，若已經立定了，就沒有人可廢除或加增的。應許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後裔說的，並不是說和眾後裔，像是指着許多人，乃是說和你那後裔，指着一個人，就是基督。而且我這樣說，神預先所立定的約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後才有的律法廢掉，以致使應許失效。因為承受產業若是本於律法，就不再本於應許，但神已經藉着應許，將產業恩賜亞伯拉罕。這樣，律法是為什麼有的？乃是因過犯添長的，直等那蒙應許的後裔來到，並且是藉偏子經中保之就設立的。這是神的話。歡迎大家去到 Scan 呢個 QR Code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You are welcome to scan the QR code to like and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. Thank you.